喺水廠生活其實同養老冇分別，呢度係水源地附近最熱鬧嘅地方。幾錢一斤啊25啊！哦，望住周圍嘅建築同當地人嘅生活習慣，又好似翻80年代。喺發展嘅洪流下，保護區附近嘅村鎮就仿似撳咗暫停鍵，冇工業嘅污染，只有原始嘅農業同旅遊業。久而久之，呢度嘅人同建築一樣，喺時間嘅流逝當中慢慢老去。後生嘅一代都出去打工或者創業，因為彩虹嶺森林保護區嘅原因，呢度嘅水源得到好好嘅保護，所以喺附近誕生咗好多知名嘅山泉水廠，有家傳戶曉嘅華山泉，出口國外嘅嘉倫嘉等等。而彩虹谷只係一個經營咗10幾年普普通通嘅山泉水廠，喺注入新生代嘅血液之後，慢慢走入大家嘅視線。而我做山泉水嘅原因，並唔係因為有幾中意呢個行業，只係對比城市嘅喧嘩，我更加中意鄉村嘅寧靜同慢節奏嘅生活，又或者係厭倦咗呢個社會嘅你言我詐，想喺一個純樸又安靜嘅地方安居樂業。但係理想好豐滿，現實好殘酷，想人生自由就要有財務自由嘅能力。而我只係萬千個為5斗米折腰嘅其中一員。人嘅一生有太多債要還，父母嘅養育之恩要還，子女嘅生活要還，急功近利嘅錯誤要還。而家嘅生活就好似已經失去咗自我，更多嘅係扮演社會中嘅一個齒輪，反覆轉動直至被替換。好多人講我係一個雙面人，遊走喺暴躁同感性之間。其實暴躁係因為要迎合觀眾，感性先係真實嘅自己。但係我冇資格由心咁去表達自身，因為依然要為生活而努力。人生而自由，但無往不在枷鎖中，所以為咗可以過自己想要嘅生活，加油，仲有好長嘅路要行。